恐慌。第十，一声搁一声，求问主紧指点我。意见多，压力大，如何平静稳定伫正路行？一次搁一次，受怀疑所选的路，入的门行的路，期待见证永活的主来带路。第三节，一回搁一回，人挑战真假是非，好毋好，对毋对，心无自责，也毋敢有自疑。第四节，一摆搁一摆，问家己听的真相，主旨意较明了，坚信圣灵爱奇妙来动工，坚信圣灵要奇妙来动工。